享受冰冷的冬天，砍掉的时，有一蕊无下厝的玫瑰花开落。伫歹的环境中，伊的美丽，却伫花瓣一片一片天开的时显现出来。冬天的玫瑰出世咯，就安尼花园通得到强健。 是。
色性的目光，雨甲细要对天降落来，因要论得全地，互花草富叶。恁要亲像受论恁的花园，恁的救世主就是三轮的玫瑰花，要啉到适合，愿那等候伊的，拢要得到福气。这山谷拢要吞互伊甜，大细山头拢要分互伊地。春天要将冬天赶走，花园想要欢喜快乐，亲像这蕊玫瑰花，要开出上帝庄严甲阳光。 Kun
是非常寒冷的冬天，冷风吹甲刮刮口，地面冻甲亲像铁啊，水结冰比石头较冻，就伫古早的时。小小婴儿就是迄位应允咱的，敢受交托伫玛利亚甲约瑟手中，因用充满奇妙的心，开始这个